直升机飞过去的声音。咦，你先别上，到底啦，你嘅法同有乜嘅關係呢？看通哈，其實白樣，到底係點做乜嘅呢？哦，原來係點做盲阿姑呢？一定會很大聲，對不對？對哈。哦，還蠻大聲。原來很神奇，變身風嘅轉圖實在很強哦！看到自己盲阿姑嚟起來，大家都當強哦。今咪，圖大家來到討人人嘅雷撈貴中，學搞出了行業嘅要求，認同精神會讓咪都用心嘅哦。喺安濃嘅氣氛之下，你見咪咪嘅發圖就要開始了。Hello， 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我係玉天姐姐。今日當翻係啲要客家搞好嘅節目咧，大家見面咯，大家會講好哈，聽得懂客家話咯。哎，什麼聲音啊？直升機飛過去的聲音。是嗎？發布聲，發布聲。哎，我知道了。麥芽鼓。答對了，誰跳白哈？你看到我的爸爸媽媽的時代啊，他們聽到這個聲音，他們就會很開心，然後拿一些破銅爛鐵啊，去跟搖那個麥芽鼓的人換糖果吃哦。你們有聽過嗎？沒有。那你們學校有沒有資源回收？有。就可以去換糖果吃。OK。老師，原來係你哦！哎呦，哥，我今日爸到前幾係賣麥芽糖的人來耶。哎，同學大家好。新長好。人家是 Annie 最厲害的謝老師，歡迎他。老師，大家盲阿姑哦，不過麥芽呢？哎，一定會給同學吃的哈。但是呢，我們應該先做什麼事啊？哦，跟你的小弟盲阿姑用班做麼啊？走！那你離開來場地下咯。走！盲阿姑你落嘅上，相信係當你細時節最甜美嘅回憶。家今咪你是本大家充分竅門哦。今比哈，做嚟個盲阿姑哈，以前講你落啊哈。天空嘅時候就等4個空，兩空較大空，兩空較細空，按照對角對好來哈，起一個空哈。然後咧喺哈，準備嚟貼線哈，那貼線條哈，就頭同焊嘅時哈，然後那貼線條是同焊嘅時候，你個溫軟片哈，相看蠻好睇。撒下來老人線的顫抖逐個檔，唔過是冇顫痛輕嘅，冇啊，是不你唔聽痛嘅哦。顫好之後，回到片面人線呢跌轉嘅時間細位，要找細地方要注意哦。按照貼線將下比做派，所以地下按個總結個樣啊，我哋固定喺度。好，按你落去貼線都唔會被脫走嘅哈。他選就好啊，人線呢是穩穩的哦，撒下來是做鼓咧。那個距離先作出來哈，這個距離太近冇見到。條話就講你這個你等2隻空，這個太空，這個細空，你貼線咪講話你對拗嘅，我哋就太空嘅。熬人線的方法吧，都好適合講得到日太日細空，按用意規章是很難很了。你向東岸下個幾足個地方哈，下個幾足地方當你竹片，你竹片哈，然後抹嚟個空蓋。哎呦，差點唔記得最重要嘅竹片，其實靈魂呢，佢底下有我們組合呢。你過來哈，東岸個裝住幾竹幾落去，裝住幾竹幾落去哈，係扣個竹片嚟。你過來哈，你長度哈，你向較長，你兩攝落去一下嘅，所以唔是2萬長嘅。好，你向你拄好長嘅，準備高，安尼就夠啦哈。衝突修正好，最尾你落趕得掉起來，這個用數呢落竹片鋪天，盲阿姑一步一步接全完成了。
像竹片注意方向错啦，轉錯向，轉唔錯向灰唔會向。安尼8日度，你竹片就擘到嚟空空，8日度就擘到空空。安尼上面我真係是安尼個調整嘅角度嘿嘿，冇唔錯，我諗問阿姑開箱，高頭係隻東重要關鍵哦，鼓面靠到恰恰，原因啊，竹片靠到鼓面時間，就會靠到正東哦。做好嚟哈。放心啦，大家都是同嘅了，喲吼！老師，你真的有帶麥芽糖哎，好香哦！想不想吃？想。老師，我們要吃啦。哎呀，不要那麼急着貪吃嘛。首先呢，我們就要問問同學哈，要讓麥芽鼓發出很大的聲音，那他需要注意到哪些事情？就是那個罐子越大，那聲音會比較大。還有你對嗎？那竹片要越大越好，声音才会越来越大。应该是让橡皮筋缠多圈一点，让它弄得更紧一点。都对了嗎？先卖個關子哈，讓同學把它做出來。先做出來又最大聲的，我們就讓他先選。哇！拍圖開始了，準備趕呢，剪刀、竹塊呀、竹片、樹奶呢，還有人寫的老竹籤嗎？簡單的材料，用幫你變成響叮當的盲阿姑呢。好，各位同學，大家分組分好了哈，你看安妮手快點手量盲阿姑咯。我先給你們這個，你們是一組對不對？對。你們是一組嘛，3個人一組。好，那這個給你們觀察，你看，剛剛你有說這個竹片的大小對不對？所以呢，你們要觀察，哎，到底它是罐子還是竹片還是橡皮筋，好不好？你們仔細觀察哦。有沒有細細？有。大家一拿到盲阿姑，目珠是包到太太小細觀察，盲阿姑的設計到底用把用手邊的材料做下起來呢？很好啊，從係用摸就容易發現哦。它是4條橡皮筋做的耶。2個加厚來看應該比較好玩。我們不是就是圓的嗎？然後把這上面跟下面材料不是剩下2邊空的，這兩邊就是這個。對。搭組通後啊，點出通數節奏，我一開始用幫你做也好，你都談款通款想辦法。哎，你們想出來要怎麼做了？想出來。那這個是什麼？這是罐頭的部分。拿一下。這個部分嗎？對，這邊。這個部分。那你們剛剛觀察到，比如說用這個竹片，你們要用什麼做？這個冰棒棍。這個用一個嗎？一個。那這個部分呢？用這個。哦，竹籤。好，那你們開始做嘍。前面那一組啊，好像想不出來呢。你很愛彈手機的哦。各位同好，你們看起來怎麼很愁苦，想不出來是不是？對啊。好，哪裡想出來？我們那猶豫說要用這個還是用這個的底。你說底嗎？為什麼呢？因為我覺得，對，然後它到時候是卡在這個上面打，所以我覺得力道會不夠，然後覺得聲音應該會比較小，所以想說要不要用這個比較平的？可以啊，你走得起可能。我覺得都沒差，因為我覺得它到時候是打到這邊，就跟這個差不多。差不多，所以你覺得都可以？對啊，你們可以實驗看看。經過假擺嘅討論，小副交通以為組考慮用乜嘅材料，以為非常誠意，列車輛逐片衝突。不過啊，各式各樣嘅問題，記得重新都有辦法。當然，每日都有無聊嘅設計，每3天都有小課組合了。哎，可是他錯了，做成一個還做2個，怎麼會這樣？我趕快搬救兵好不好？謝老師，我們需要你。我來了，有什麼問題啊？你看，好可憐，怎麼會變成這樣子？哎，不錯嘛，你看他們基本上哈，我們的這個罐子的部分成型了，架子的部分也有了，問題是架子能不能轉呢？這個還不錯啊。好，那接下來我們要處理的問題呢，就是你看看，我們需要有一個竹片，竹片在哪裡？這個竹片能夠在轉的時候呢，都一直打它。那它為什麼會打呢？因為我們這邊呢有做了一個撥弦的那個動作，有沒有？
老师，你看，那他们这个怎么会松掉？玉婷姐姐讲到一个重点，这个重点就是强度。你做出任何东西，如果一动就散掉，那它的强度不够，这个东西就用不久。好，那你们赶快开始做了，赶快增加它的强度，等下就不会再坏掉。日後嘅時間，同學前途咪越來越高了。無論係用乜嘅方法，各組嘅表現都相當令人期待。到了最尾啊，大家很係詳細測量人自己嘅作品。最尾4組嘅漫畫組就在大家嘅努力之下完成了。有什么问题？对，凹下去会比较声音没有那么大，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敲不到。对，然后我们就用这个撑起来。回到平面講得大入下戲空向，貼片加裝嘅作片呢做大，可以了出面，我是最好講呢。好，那你改變之後，為了聲音嘛，所以一定會很大聲，對不對？對哈，很有信心。好，那你搖一次給大家聽聽看。哦，還蠻大聲。你们喽！你们刚刚是发现什么问题啊？就是这个比较长的话这会个竹片打击的竹片会卡到，然后它的声音是不是也没有那么大声？兩組啊，老竹片對頂鼓面跳下跳前，唔但將解決力唔順嘅問題，未增加靠嘅力哦。接下來這一組呢很厲害哦，好像你們不止一個，哎，有2個耶！這個很特別耶，你是只用一個保特瓶哦，那會響嗎？日題新鮮嘅設計，唔但將裝得順，靠嘅響，外觀很動靜哦。所以一個保特瓶其實就可以代替很多東西咯。哇，那這個呢？哎，很大聲哎！哇，見唔見最響亮嘅漫畫鼓出來咧？韓兄弟記得很勇勇，不很用力呢。这边支撑的地方给它绕多圈一点，它就比较冰棒的杆子不会一直弹掉。本来我们是这样子的，打这边的，然后被打这边。哦，打这边，而且比較斜一點，是不是？讓它那個空間比較大。哎，很不錯，你們兩個一起搖一下好不好？1、2、3，耶！很棒哦。好，我們接下來看第4組。第4組好像造型比較特別一點。這個原本是洞穿到上面，可是後來覺得冰棒棍太長，就打不太到，然後結果就把洞穿上面一點，這樣就打得到，而且聲音比較大聲。最尾一組沒發現挑戰竹片嘅衝突，就得改變鼓上嘅態勢。大組在經過多擺嘅訓練之後，都解決某種嘅問題，完成成功度最讚嘅作品。以下是那些大家嘅漫畫鼓實猛嘅力啦！要多大都可以，下次找个汽油桶。好，刚刚呢，同学做的都很好，我都在旁边观察哈，大家都有很好的运用到弹力，还有杠杆原理啦。看看啊，老人家其实很聪明，还有别种的哦，像这一型的来。真的会响吗？对呀，你要很用力来甩哦。要很用力。哎，对。我这边甩这边的。哇，真的好大声哦！哇。你看这个竹片是不是从这边切开来？就那一瞬间弹回去的时候，就造成一个震动，再利用这根竹管呢来共鸣。它这个竹片本身的形状就像我们的那个棒子嘛。对。可是这个竹片呢，因为是附着在我们的竹管上，所以拿起来了以后，它自己会有弹力。所以要让这个麦芽鼓能够发出很大的声音，这个弹力就要很强。哦，这个弹力强不强？所
线上的超级大芒阿姑虽然体型变态，不过还是从恶点贪力到公公眼里的重要，所以你起来做这个是短进台上哦。阿勇啊，除了2点，后面还有配眼镜呢。老师，你看这个声音，还有这个声音，为什么平民大家都是用保特瓶，为什么声音大小会不一样？对啊，老师为什么啊？他问题很好，不是，他是个好问题。大家看一下哈，麦芽鼓呢，它的这个罐头的方向是平的还是斜的？斜的。好，那为什么是斜的呢？你看它这根棍子呢是敲在我们麦芽鼓的中心点。对。哎，它也不是敲旁边，敲旁边跟敲中心有什么差别呢？我们这样听听看哈。哪一个声音比较响亮？中心点。对呀，因为敲到中心点，整个鼓面就震动，振幅比较大，声音比较大声哈。好，那所以呢，我们老人家聪明呢，就告诉我们要把这个放倾斜，让冰棒棍去打到那个整个鼓面的中心点。嘿嘿，蒙错，老鼓面跳走恰恰，悄悄线上示范的安勇，掌握靠到顺头，来唔来强？安勇，大家清楚了吗？老师，我有问题。你看我一直摇，手好酸哦，怎么办？这个时候呢，当当，哇！什么？喂，吼，先生，你有老麦过田去哪走了啊？烦挨啦！哎，本芒阿姑自家你唔听，出了田里，咁讲冇配的办法的咩？好，各位同学，你看今天上到了凤莲芒阿姑用伴奏了吗？有。好，给安妮闪闪的谢老师那理财人 logo。来哟，上菜了。来，喜欢什么就拿什么。哇，真巧解呀！你下竟然真解到用凤梨来替代捏到田里了。看同學與那道菜啦，越晒越在討論做法，肉天嗌啊，眉毛很到啊！利用呢時間，茶先生喊嚟了哪一種鳳梨芒阿姑全部嗌哦，大家都失望掉了哦。把这细管剪成一半，然后让它做成一个风车的造型，然后把它缠紧一点，再套个东西，然后让它打到铁罐，这样子风吹过来，它就可以打到那个罐子。先调好位置，你把它放进去，它就固定，这样就可以了。真的吗？咦，你们做第一个芒阿姑的时候不是一卡住吗？现在做的很顺哦，而且好像工程很浩大，这是什么？盖房子哦？没有啦，就是到时候我们要架一个，这是支撑的东西，支撑的东西，然后到时候我们要架一个在上，架一个那个风车在上。各组的同学繼續發揮你想象力，利用手邊簡單材料，細碼設計出鳳梨芒阿姑。不過我利用鳳梨來練呢，就得參考一下風扇的造型，提供大家的靈感呐。底下先來看同學進展哦。你们在玩插海盗游戏哦，好懒哦。可是为什么你们做的是1、2、3、4、5、6片叶子耶？为什么啊？因为受风的面积比较大，它转速会比较快，相对声音就比较响亮。很厉害哟。不过，哎，凤梨芒阿姑做好了哦，动简单呢，你係打爆大兩條，你係抹乾，你係竹簽，香港通工呢，哎，大家看，雖然動簡單哈，不過佢動厲害哦，你看，哇，還沒動強呢，哎，我做好了哦，啲，通學做到2班音嘞，做好了，定記得咯。其實過程當中，同學對做法都會有冇共樣的意見。不過兩條係科學的精神，同學偏離兩種精神，一步步解決幾多個問題，係大家鼓勵嘅哦。超厲害啊！打爆！哎，这样就可以打爆，好帥！可以嗎？哇！哎，你們成功哎！你們是第一組哎！剛試了很多次，對不對？對啊。那你們這是什麼造型啊？一個人啊？一個人上面頭上面有大便。哎，蒼蠅跑哪去了？有蒼蠅嗎？你們還有做蒼蠅？冠軍出來了！兩組同學唔但想重新升級，你哋每次用動順呢，看幾多設計，老紙牌左身入山，為力到海南順，芒阿姑當然是向冇天的啊！所以幾多歲太辛苦。
恭喜我们的第2名，赞赞！哎，你们配色都很漂亮哦。我有天分呢，你们有天分哦。哎，我看你们刚刚只有绑一个珠珠，可是不成功，对不对？对，后来就绑了2边，为什么？因为重量不一样，平衡平均，对然后平均之后它就会转动，对不对？太感动了，麦芽糖了。第二组拿强鸡麦秆嚟2片，都挂强洋葱嘅珠啊，分2片拼葱。最尾芒阿姑是你嚟天通诶，哎呦，实在挺感动嚟啦！但是动太下，终于会转了。虽然呢，这一定要固定方向才会转动，不过呢，我觉得你们还是第3名。耶！第3组虽然未取嚟摇摆，不过啊，凭着5元数嘅精神，记得可以发芒阿姑，未总算完成了。最尾一组嘅同學只做嚟2隻鼓，不過啊，因為入場實嘅冇理想，所以還是走得用手痛啦。第4名虽然呢，刚刚他实在是不能转动，可是他是最佳造型奖。哇，好开心哦！还有呢，今天我们做这个，各位小朋友，你们有没有学习到什么？今天制作麦芽鼓的这个课程，让我了解到以前人的智慧，也让我了解到以前人是用这个来换取麦芽糖，实在是非常的聪明，不但好玩又可以换到麦芽糖，真是一举两得。今天很开心可以就是来做这个麦芽鼓，然后让我学到用弹力跟杠杆原理做出麦芽鼓，然后还学到用风力不用手动也可以做成麦芽鼓。就像这个，虽然没有转得很漂亮，可是我很开心，今天可以制作这个麦芽鼓。今天学到很多，运用到了资源环保，还有与大家合作。我今天心情非常高兴。老师，那我们可以吃麦芽糖了吗？因为大家呢都很认真学习哈，然后也都很有成就，所以啊，我现在宣布开动。哇，經過人嘅精彩battle，大家咪辛苦了，辛苦之後嘅故事，聽咗係最甜最好笑嘅啊！有